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啊！我係趙振雄師傅，歡迎大家嚟收睇我呢個月度運程預測系列啊！咁啊，今次我哋一齊去睇呢個2026年農曆嘅6月份啦，亦即係丙午年乙未月。新曆7月14號至8月12號，但好多朋友咧都唔係好知道我哋嘅成日都所講係20種命格究竟係點樣分嘅咧？嗱，平時大家都淨係識得睇自己嘅生肖同埋星座，咁啊，但係其實你日元嚟做預測咧，係比起生肖嘅預測準確好多，更加準確到你個人嘅核心嘅運勢啦。究竟點樣可以知道自己嘅日元係啲乜嘢呢？好簡單，大家可以下載一款 app 叫做先知命局嚇。呢個 app 你下載咗之後咧，輸入你嘅出生年月日嚇，就算你唔知道你自己出生時間唔緊要嘅，淨係入年月日都 OK 啦。然後喺個結果入邊揾翻日元。如果初學者唔係好識睇嘅，就睇顏色。我哋分咗個類之後，就睇下木命就係甲月，火命就係丙丁，土命就係戊己，金命就係庚申，水命就係壬癸。咁就知道咗自己日元之後呢，係點樣分身強身弱呢？大家可以對比翻個熒幕上面呢幅圖。喺呢幅圖裏邊咧，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係屬於身強身弱。如果你本身個五行係特別多嘅，即使係木命人，見到係特別多木嘅顏色，即是綠色，就係身強啦。如果其他五行多嘅，就係代表身弱啦。如果真係搞唔掂嘅，搞唔清楚嘅，都睇唔明嘅，都可以添加我嘅助理嘅 WhatsApp 去問都得啦。總之，你要鎖定咗自己嘅命格咗之後，再嚟睇我嘅預測，你就一定打開一個全新嘅世界。科普講完啦，而家可以正式開始，先講講呢個月嘅整體嘅運勢嘅情況先。上個月甲午月呢種火勢非常之咁猛烈，好似成個世界都燒着咁。嗱，好似衝突係一個大型同埋破壞性咁嘅。嚟到呢個月乙未月，火勢依然都係好勁啊！始終都係有月木助長呢個火勢，但係呢個性質係唔同咗。上個月係亂咁燒，今個月係有種目的性咁燒，因為呢個月呢個地支係未，未係一種倉庫，亦都係土氣，代表種各種資源、物質、土地。而今年嘅地支嘅午丙午年啊嘛，所以個午就好似一把好強嘅火。佢會走去合住個未，因為午未合，午就合住個未夫，即係話呢股個火嘅力量會集中去爭奪、控制一啲實質嘅資源，所以上一個月嘅大規模嘅破壞會減少咗，而喺呢個月裏邊咧，取而代之嘅係更加赤裸裸咁資源爭奪戰。天光嘅月木好似一啲花花草草咁樣，代表咗啲細緻啊、零星嘅嘢。所以呢個月嘅局面係大規模嘅戰爭未必打得成，但係各種資源嘅制裁啊、精準嘅打擊同埋情報戰、封鎖資源呢啲咁嘅小動作咧就唔會少噶啦。因為火嘅力量依然好集中啊，所以物價、能源啊價格依然好高企，只不過係呢個月咧個升幅冇上個月咁誇張，進入咗一個高位反覆嘅狀態咁嘅啫。成日都聽人講咧，振雄師傅你啲月度運程咧真係好準。又批中咗，其實即係我嘅準程度咧，都唔係靠估嘅，係真係靠我自己個努力鑽研咗20幾年嘅八字嘅功力。即係諗翻當年嘅我參加呢個通靈之王2嘅比賽咧，我係唯一一個單靠八字推算嘅師傅係攞到季軍。呢份成績，我覺得唔係單單淨係我自己嘅殊榮，我覺得亦都係可以對八字呢門學問係最高嘅肯定。見大家咁有興趣。我決定將呢一套方法濃縮成呢一個命理通解真傳課程，同出面嘅淨係講理論嘅課程係唔同嘅。我會直接拆解我平時點樣去睇命盤，點樣去睇運程。喺課程入邊咧，我會用最簡單嘅3部曲，就係入主、格局、五行，帶你逐步去睇通你嘅命格同埋你嘅命運，所以可以做到點樣去及早防範，點樣去趨吉避凶。學八字唔係一種迷信嘅嘢嚟嘅，而且係幫你睇清楚人生嘅方向。依家報名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附加價值，就係你可以親自嚟參加我嘅線下實體課。喺呢個線下課，
我會用一啲真實嘅八字案例，由零開始逐步拆解俾你睇。我係點樣去做分析？點樣去斷吉凶？係俾你知道。你可以喺學習任何疑問嘅情況之下咧，我都可以親身解答。呢啲淨係睇片咧，永遠都係學唔到。呢啲係實戰經驗同埋知識，明眼有限，錯過就冇噶啦。你想學到一套真正實用、經得起考驗嘅技術的話咧，我誠意邀請你報讀呢個課程，你一定可以學到一套終身受用嘅技術。唔好再等啦，立即點擊下面嘅 link， 用行動掌握你自己人生節奏。好啦，講完呢個大環境啦，我哋即刻進入個正題，講下甲木嘅朋友先啦。身強甲木嘅朋友，上個月你可能會覺得公司嘅制度咧，處處咁樣掣肘住你，你好想同佢對抗。但係呢個月咧，情況就唔同晒啦。你會發現問題唔會再係制度，而係你身邊嘅人。工作上你會覺得有人暗中去搶你啲功勞，拖慢你嘅進度，或者你做出嘅嘢嘅成績無端端俾人搶咗去。另外你要自己個心態上都會變得好急，好想去爭奪多啲嘅資源、多啲機會，乜嘢都想撈，乜嘢都想賺。但係因為你目標太多太散啦，好似個丙火咁樣太猛火，精力太分散啦，到頭來乜嘢都係攞唔到嘅，最終係得個吉。反而我建議咧，你依個月咧，千祈唔好強出頭，穩打穩紮。你嘅工作能力冇問題嘅，但係個問題在於你身邊太多人眼紅你。始終你木命人甲木，你又見咁多火，咁係梗係搶你啲風頭啦。我教你文件嘅往來、email 嘅記錄，你要清清楚楚，全部都有記錄在案，避免咗俾人拆裝嫁禍，甚至乎有種食死貓嘅情況。另外又至於有啲新嘅投資或者係新嘅生意機會的話，千祈唔好衝動啊！你木命人見咁火的話咧，會有種衝出去。頭先咪話好急嘅，因為呢啲錢咧係會有人同你爭嘅，冇咁容易落袋嘅，穩陣啲睇定啲先比較好啦。到新約甲木，新約甲木嘅朋友咧，你哋嘅情況咧會更加之唔樂觀比起上個月咧更加之差。上個月咧你已經覺得壓力好大，精神崩潰。呢個月唔單止冇好轉啊，直頭有種惡化嘅情況添。工作上你會覺得好似自己有種被揸光咁嘅情況，好似一個波咁俾人踢嚟踢去。好多唔屬於你嘅瑣碎事情咧，同埋爛攤子咧，都會揾上你，而且你又冇得拒絕。身體方面啦，你有一種眼乾眼結因為個肝火上升甲膽乙肝。容易失眠嘅問題咧，會有呢個月咧比較持續多啲，甚至乎咧會失眠得比較嚴重。另外財運方面啦，會出現一啲強制性嘅開支消費，例如屋企嘅電器突然間壞咗要換，有種跌親整親要睇醫生破費嘅情況，又或者無端端要賠錢，同埋同屋企人特別你阿爸同埋你嘅身邊嘅伴侶關係會因為錢銀同埋壓力嘅問題，會變得好緊張，容易鬧交。反而我建議你係呢個月用2個字去概括，代表咗你嘅就係硬食。千祈唔好諗住去改變啲乜嘢，因為你暫時係冇呢個能力去改變。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降低個期望值，保住份工，保住個飯碗。身體上如果真係頂唔順的話，就請半日假休息下。錢嗰方面要預留一筆應急嘅錢，唔好去使突。同屋企人多啲溝通，多啲忍讓，因為呢個月咧大家都有情緒敏感嘅情況，好容易有種擦槍走火。記住呢個月好快就會捱過去噶啦。到身強乙木啦，身強乙木嘅朋友，今個月你覺得會自己好多諗頭。周身都計仔，心目中有好多新嘅計劃、新嘅點子，佢好想實行，而且你會好大膽，會有啲踩界嘅情況添。你可能會諗到一啲另類嘅方法去賺錢，又或者會想接觸一啲平時你唔會掂嘅新領域。但問題係你嘅自信心會過剩，會覺得自己實食冇之下嘅情況之下咧，乜都會夠膽去試。而身邊實際嘅情況就係計劃會容易生變。錢銀方面咧會容易出現變故，即係你以為賺錢嘅嘢，最終都會被套住，同埋會蝕本離場。我建議你文件同埋合約嘅細節咧要特別小心，因為今個月咧火星會特別猛烈啊！
燒到啲金金啊代表法律同埋條文，好容易有種惹官非同埋收告票嘅情況。人際關係嗰方面咧，你嘅鋒芒咧會惹上人眼紅小心會俾人督背脊暗箭你嘅情況啦。我反而我建議你咧有諗法有計劃的話咧係好事嘅。但今個月你諗到所謂嘅正嘢咧好多時都係表面風光嘅啫。實際你要實行之前咧，你一定要停一停，諗一諗。揾個你值得信任嘅人咧，幫你諗下計下呢條數，睇下啲合約唔好以為自己諗掂咗，一頭咁衝埋過去，咁肯定撞板嘅。所有嘅文件、數字嘅嘢睇完一次再睇一次，千祈唔好諗住貪快錢嗰方面啦呢個月絕對係易守不易攻。你以為覺得係一種機會嘅嘢，就好大機會其實係糖衣陷阱。忍一忍手就會冇事噶啦。身弱弱冇嘅朋友，今個月依然覺得你自己會好攰，壓力好大，冇咩精神。你嘅情況係處於一種捱打嘅狀態工作上咧唔一定係好忙喎，但係有一種好被動性嘅消耗，好多濕碎瑣碎事情又唔關你事嘅，但係要你執手尾，令到你咧覺得有種心浮氣躁。身體嗰方面啦咁容易有種頭痛啊、失眠啊、憂心啊、焦慮，但係又冇乜方法解決得到。咁所以變咧，大家就放開啲，睇開啲。錢嗰方面，你會有啲逼出嚟，要有啲開支。點為之逼出嚟開支啊？例如一啲突然其來要俾一筆錢去處理嘅問題，維修啊、醫療啊、告票啊，咁呢啲都係你要付出要俾噶啦。又或者會俾朋友借錢唔還嘅情況，搞到你咧好心煩、好煩躁。感情嘅方面啦，無論男男女女都好都好容易因為壓力同埋唔穩定嘅情況咧而產生誤會嘅。我建議你呢個月你真係唔好有種硬頂啦。工作上真係做唔掂嘅，做唔晒嘅，就坦坦白白同上司講聲，做唔到就係做唔到唔好死頂攬上身，頂唔順就休息，唔好覺得請假咧就係大罪嘅。錢嗰方面咧一定要慳要預留一筆救命錢。同伴侶相處有壓力嘅，一定要講翻出嚟唔好將佢咧收埋埋，否則咧你自己咧就好容易爆炸噶啦。到身強丙火啦，身強丙火嘅朋友，上個月咧你就有種好心做壞事啦，想幫人但會辣㷫人哋。到今個月啦，喺工作上咧，你內心都係好想表現，好想發揮，但係冇乜嘢機會俾你可以發揮得到嘅。另外呢個月好多女性長輩要你幫手去處理佢哋嘅問題，例如帶佢睇醫生啊，幫佢哋買嘢啊，幫佢哋處理一啲事情咁樣。錢嗰方面，你會因為一啲人情、家庭嘅責任而被逼要花錢啊。例如你阿媽叫你買嘢，你要俾錢；親朋戚友有喜事有請帖俾你，你要做人情。身體嗰方面啦，要注意下心火燥好容易心煩氣躁同埋失眠。我建議你啦，呢個月咧個重點係被動就係最好嘅。你唔好主動去搞咁多嘢，尤其是關乎到長輩、上司同埋你公司嘅嘢。你越係主動咧，就越係麻煩嘅。反而佢哋叫你做乜你就做乜最好啦。做完就收工唔好自己加多把口上去。錢銀方面，預咗呢個月有一筆人情債紅色炸彈。又或者家庭開支會大咗，咁呢啲要準備定如果真係覺得心煩氣躁嘅，做多啲運動，出下汗，甚至乎游水，降啲火，會更加之好嘅。到身弱丙火啦身弱丙火嘅朋友咧，你哋上個月運勢好好有上司嘅賞識，甚至乎有加人工嘅機會。到呢個月啦，呢個好運會更上一層樓。上個月係上司睇起你，到今個月你會得到佢哋嘅實質嘅幫助同埋資源。工作上你會明顯感到壓力細咗好多，因為有啲大嘅 project 同埋麻煩嘅工作的話咧，佢哋上面同埋高層咧都會有種幫你同埋撐你，俾到支援你。你所提出嘅一啲好關於公司嘅發展同埋改革嘅諗法的話咧，好容易會得到批准同埋落實噶啦。錢嗰方面，正財收入穩定，甚至會有啲獎金津貼，又或者公司嘅福利進帳嘅。另外感情嘅方面啦，無論男男女女呢個月咧，大家關係咧都穩定咗好多，大家都會有種好受到尊重嗰種感覺。咁我建議喺呢個月咧，你要上位，爭取資源嘅黃金時期，唔好怕醜，要大大方方咁同上司去表達你嘅想法同埋個需要，
只要你係為公司好嘅，佢哋都好大機會會撐你嘅。工作上可以進取多啲，主動去爭取負責一啲挑戰性嘅項目啊，因為呢個月你係有後台有貴人力撐你嘅。錢銀方面，正財收入有進帳，可以作為一個長期嘅投資計劃同埋儲蓄計劃。好，到身強丁火啦，身強丁火嘅朋友，你今個月咧有種周身唔聚財嗰種感覺。喺工作上，之前同你合作得好好地嘅同事或者拍檔，去到呢個月突然間反咗面喎，同你爭功，甚至乎拖你後腳。即係你做咗好多嘢，但係啲功勞咧係俾人分攤咗咁嘅情況，甚至乎會搞到自己一身蟻添。錢銀方面就要特別小心啦，切忌去投機更加唔好幫人做擔保或者借錢俾人，因為呢啲錢咧9成9咧都係收唔翻噶啦。至於感情方面，無論男女都好容易同另一半拗交嘈交。男命方面咧更加你要小心啲啦，因為呢個月咧你好容易惹上唔三唔四嘅女仔，會搞咗啲爛桃花出嚟，會容易有種人財兩失。身體嗰方面，健康咧就會有種肝火上升，有種周身骨痛周身唔舒服嗰種情況，肌肉有種好酸軟同埋掹緊咁情況。我建議今個月丁火人咧係一個字，守字，守好自己份工，守好自己嘅荷包，守好自己把口。喺工作上做翻自己本分得噶啦，唔好有種強出頭嘅情況，唔好理人哋講咩，唔好理人哋做咩。所有關於錢銀嘅決定咧，一概停一停，諗清楚先，千祈唔好貪心。同屋企人同埋伴侶相處咧，多啲忍讓，少啲説話，避免有種火星撞地球咁嘅情況。至於健康方面啦，多啲飲水，早啲瞓，就唔好有種肝火上升同埋有種周身骨痛嘅情況。如果你自己覺得就嚟想發火嘅情況之下咧，不如出街行一行，散下身，咁比較上少咗啲無謂嘅爭執咯。跟住到身弱嘅丁火啦，身弱丁火嘅朋友咧，你哋今個月同身強嘅丁火咧就完全調翻轉啦。上個月你可能會仲覺得做到好似隻狗咁，但今個月你會突然之間覺得輕鬆咗好多喎，運氣又翻晒嚟咁嘅情況啊！工作上你會發現身邊嘅同事、下屬甚至乎上司都會變得好友善，會主動幫你手，支持你嘅決定。你提出嘅計劃或者甚至乎建議咧，好容易咁樣通過咗，甚至乎得到額外嘅資源幫到你手添。財運方面，正財收入好穩定，有機會有獎金添啊！至於感情嘅方面啦，無論男女，今個月都係一個甜蜜嘅感情運，尤其是男命會覺得另一半係好溫馨同好體貼，感情有種好穩定嘅情況。健康方面啦，成個人都會精神晒好多啊！乜嘢病痛都冇。我建議丁火人身弱嘅呢個月咧，你想上位嘅係一個黃金機會。工作上唔好怕蝕底，多啲參與團隊嘅項目，展示你嘅才華，你嘅努力好快會得到人睇到噶啦。所以咧，今個月咧你人緣係好好嘅。我建議你就要多啲約啲同事朋友食飯，多啲聯誼嘅應酬費。呢啲錢就唔好慳啦。因為你會帶嚟更加大嘅回報。如果你係做銷售或者自僱人士咧，呢個月生意好好啦，可以更加進取啲。感情嘅方面啦，好好享受下，多啲同另一半計劃去旅行啦。到身強戊土啦，身強戊土嘅朋友今個月咧，你會覺得咧好似俾人咧有條繩綁住對手咁樣令到你咧乜都做唔到，乜都喐唔到，有種周身唔聚財嗰種感覺。上個月你可能會覺得仲有啲挑戰性嘅任務同埋工作俾你，但係去到呢個月咧，工作性質咧變咗好煩，同埋好令到你好多掣肘咁嘅情況。工作上咧，你會遇到好多合同同埋批文申請或者制度上有關嘅麻煩嘢。你會覺得好簡單嘅一件事咧，你就要填得好大對方要問下上司意見等人簽名搞到你有種心煩氣躁咁嘅情況嘅。另外身體方面啦，要注意下腸胃皮膚嘅問題因為壓力太大令到咧好容易腸胃病便秘甚至乎濕疹添呢個月咧，我建議你嘅情況就係話要忍同埋跟，忍一下你嘅脾氣，就算你覺得啲規矩好唔合理又好，或者甚至乎啲上司嘅俾指示你唔清晰都好，你都唔好硬碰硬，唔好有種先斬後奏你要等佢啲批文簽名上司嘅同意先嚟好做。
因為呢個月咧，如果你咁做的話，你會好大鑊嘅。跟足啲規矩去做嘢，按部就班，所有嘅程序都要合乎規矩。呢啲就係要保護你自己嘅最佳嘅方法啦。如果壓力大咧，就要同朋友啊、身邊嘅人啊呻下啦。如果再係好辛苦嘅，咁做下啲運動啦，發泄下、出下汗啦，唔好自己屈埋咁就得㗎啦嚇。好，到身弱戊土啦，嗱，身弱戊土嘅朋友，嗱，你喺上個月咧有種心煩想逃避咁嘅情況。到呢個月啦，你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啦。今個月嘅關鍵就係貴人同埋認同。工作上咧，你會突然之間你個上司啊、高層啊，會好賞識你之前所做嘅嘢。可能係一個好一直都唔多理你嘅大佬，突然之間話你做得好，又或者係好俾機會你，好睇你。你所做嘅嘢，你個努力終於可以得到認可啦！有種苦盡甘來嘅情況，嗰個感覺嘅，令到你喺公司嘅地位咧穩定咗。另外，錢銀嗰方面啦，正財收入穩定咗，因為之前啲工作咧係已經得到認同啊嘛。咁啊，雖然唔好話即時係加人工，但係之後都會加啦。今個月咧財運都係比較上穩定嘅，但係又唔需要太擔心一啲突然上嘅開支。感情嘅方面，不論男女關係都會穩定咗落嚟嘅，尤其是女命。你會覺得另一半咧變得就可靠同埋可信啊。健康方面啦，最後就係話腸胃嗰方面咧係問題就好轉咗，咁個人都精神翻好多噶啦。呢個月我建議你建立好你自己江湖地位嘅最好嘅時間噶啦，唔好怕蝕底，要多啲同上司、前輩同埋高層多啲交流。對於佢哋俾你嘅任務咧，你要欣然接受，因為呢啲任務咧係你鋪金嘅機會啊。如果做得好，你嘅位置好似好穩陣，而都係建立長遠嘅關係。好啦，錢銀嗰方面啦，可以開始做一啲中長期嘅儲蓄計劃。最後到感情嘅方面啦，多啲同另一半咧分享你工作嘅喜悅，佢哋都係永遠係你嘅支持者。到身強己土嘅朋友，今個月你會覺得自己好似踩住一嚿泥咁樣，啲泥咧好濕好鬆散嘅，咁啊你發唔到力嘅。上個月你可能會覺得仲有心會好想去升職，去表現好你自己，但呢個月咧你就會發現身邊啲人變得好複雜，你會發覺有好多人喺你背後講是非、篤背脊，又或者係一啲好本嚟覺得好有信任嘅同事，突然做咗啲嘢出嚟咧，令你大失所望。你嘅努力好似俾人暗中破壞咗咁樣，明明做得好嘅 project，突然之間都會無端端俾人插手攞咗去。甚至乎會俾人質疑。錢銀嗰方面啦，你會有種隱蔽式嘅開支，例如你朋友借錢就唔還，又或者你投資咗嘅嘢發現咧有問題喎。總之會有種有苦自己知咁嘅情況。最後啦，身體嗰方面啦，你要注意下啲新消化系統啦。腸胃咧就好似成日都頂住有啲腸胃敏感添，甚至乎嚴重嘅上咧就會有濕疹嘅出現。另外喺今個月咧，對於女命嚟講咧，己土朋友咧會有個好消息，感情會有啲唔錯嘅發展啊，會有機會遇到一個好溫柔體貼、好識得講嘢嘅對象。佢可能唔係好直接，但係會用好多甜言蜜語咁打動你。如果你係單身的話咧，不妨可以留意一下身邊有冇呢啲人去出現啦。呢個月我建議你嘅策略係一個字，忍字。忍讓係保護自己嘅最佳嘅武器。唔好同人有種正面衝突，同事之間咧係平平淡淡會比較好啲。尤其係關係明星度或者公路嘅事情咧，你越去爭，係越係俾人捉住你嘅把柄。最好嘅做法就係話做好自己，等天意。做好自己就係你嘅最好嘅本分。所以咧，工作嘅記錄咧要最緊要記得留翻個備份比較好啲，以備不時之需。錢銀方面唔好亂投資。更加唔好同人有啲錢銀瓜葛，有朋友借錢嘅，全部都退晒佢。如果你自己壓力大咧，就揾個安靜啲嘅地方，自己飲杯嘢咖啡又好，茶又好，聽下歌，放鬆下，等自己靜翻落嚟。至於女命嘅感情可以多啲去一啲朋友嘅社交聚會但係記得都小心啲，大眼識人，唔好咁快投入咁就得噶啦。到身弱己土嘅朋友咧，你哋上個月可能仲會覺得好彷徨、好迷失。今個月情況咧就會有種好轉啦，而且係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添。工作上你會得到一個好突然其來嘅機會俾你發展，可能係公司嘅內部轉職，又或者一個新嘅 project 係要交俾你負責。呢個機會係需要你去處理一啲好細緻、
好細心同埋好複雜嘅問題。正正因為就係你做呢啲瑣碎嘅事咧，係特別專注同埋細心啊，所以咧就會俾上司睇到，從而會得到佢哋嘅尊重同埋賞識添。財運嗰方面啦，你會得到一筆穩定嘅收入嚇，例如公司嘅獎金啊，又或者一啲長期嘅投資翻嚟嘅回報開始入帳啦。至於感情嗰方面咧，就你要留意一下。今個月又容易有啲感情嘅煩惱，可能會遇到一啲男仔口花花嘅對象，你以為係真命天子，但其實係爛桃花。尤其是女命要小心啲，唔好咁快投入呢一段感情。最緊要有大眼識人。健康方面咧，腸胃嘅問題咧，今個月咧就會好轉，而且咧精神有種煥發啊，精神會集中晒翻嚟㗎啦。呢個月咧，我建議你要建立好個工作上嘅系統化。同埋係秩序化，你唔好覺得好怕麻煩，因為呢啲咧要將工作上嘅嘢咧變為系統嘅流程咧，會令到你係將來升職嘅最好嘅評估條件嚟嘅。對於新嘅發展嘅機會咧，你會勇敢去把握，就算你會覺得自己係未夠班都好，都要試一試，因為呢啲機會咧都係幫你鋪金嘅。錢銀方面啦，收入穩定咗，可以開始做一啲中長期嘅財務規劃。例如買下啲保險金啊、基金啊。感情嘅方面啦，就唔好心急啦，多啲觀察、細心去留意下，唔好對方講幾句好話你就信晒啦。到辛強庚庚啦，辛強庚庚嘅朋友今個月咧係你哋今年最重要嘅一個收成期。上個月咧夾5月咧，你哋之前嘅付出努力啊，同埋做出嘅成績嘅表現咧，喺呢個今個月尾月係你哋成果嘅兌現期啦。工作上咧，你會迎來一個好極之有利嘅合作機會，可能係一個新項目，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客戶，又或者係你公司裏邊內部一個好重要嘅戰略合作。喺呢個合作裏邊咧，唔單止會帶嚟一份好穩定嘅一個長遠嘅收入。例如喺合約制度嗰個顧問費啦、分紅啦，或者係長期嘅訂單。更重要嘅係，佢係會令到你喺公司嘅地位嘅話事權會大幅咁提升嘅。上級會因為你促成呢一單生意而對你有種刮目相看咁嘅情況，甚至會主動俾資源你、提拔你。財運嗰方面啦，收入唔單止穩定嘅，仲會有機會獲得一筆可觀嘅獎金，甚至咧好起上嚟咧會有種升職加薪咁嘅情況添啊！成個月你會覺得係有種名利雙收之前嘅努力終於有回報啦！我建議你呢個月咧係一個黃金月份，唔好再瞻前顧後。要勇敢去把握呢個機會所有合約要睇清楚但唔好因為怕煩而錯過呢個時機啊！工作方面咧要主動出擊向上級指示你嘅能力同埋成果。錢銀方面啦，收入一定可觀㗎啦可以作一個中長期嘅投資，甚至乎一個長遠嘅儲蓄計劃。呢個月嘅重點就係收成你嘅付出有幾多？就係會有幾多嘅回報啦。到辛酉庚庚啦，辛酉庚庚嘅朋友，今個月嘅情況可以話係極之嚴峻比起上個月咧係更加會危險同埋更加之差啲添。上個月你未開始有被公司裏邊嘅環境有種壓制嗰種同埋壓住嗰種壓迫感嘅。今個月咧，你會同錢嘅關係或者文件嘅關係咧，會變成一種計時炸彈。喺工作上，你會因為一筆數、一份合約，又或者一個合作嘅項目，引發咗一連串嘅問題。例如，你幫人去簽咗一個擔保，又或者係接咗一個 project，但係又收唔到錢，甚至乎嚴重到咧係因為個合約嘅條款模糊而俾人告。如果你個八字地支有個字字的話咧，咁你呢個月咧要打返12分精神。因為八字四柱有個字，再加埋呢個月未月嘅未，會形成三合火局。呢個火局係會一個極之猛烈嘅火，會係直接將你嘅金命人咧係燒融咗嘅。身體嗰方面咧要注意個肺啦，氣管敏感同埋皮膚發炎，嚴重嘅係好容易失眠嘅。心臟都要注意一下。同屋企人嘅關係，因為個錢銀嘅問題咧，會進一步會緊張咗，甚至乎因為錢而關係破裂添。感情嘅方面啦，無論男男女女都好，都要小心因財失義。女命更加小心啦，
呢個月會容易有種被騙財騙色嘅情況。呢個月你嘅策略就係一個字，我建議你一個避字，避開所有可能會引起官非同埋錢銀瓜葛損失嘅嘢，絕對唔可以簽任何不明不白嘅文件，甚至乎做擔保，又或者借錢俾人。工作嘅方面，如果遇上一啲合約嘅問題，我建議你最好用一個拖字就最好啦。又或者揾啲專業人士啊、律師啊、會計師啊幫手睇一睇。另外健康方面咧，永遠首選都係第一㗎啦。頂唔順就請假，唔好死頂。錢嗰方面啦，呢個月咧你會有種破大財嘅跡象嘅，你一定要小心個荷包漏財。咁最少咧你自己咧唔好亂花費，甚至乎咧買啲貴重物品㗎，使少啲比較好。如果你個八字地支有個智字，頭先未講過字尾嘅一個智字咧，咁你要更加小心，你屋企會容易有種火災咁情況。所以呢啲電器如果太舊或者甚至乎咧煲嘢又開火嘅情況咧，咁要加緊注意，否則你今個月咧好容易同啲火係會有關嘅意外嘅。到身強身金啦，身強身金嘅朋友，今個月咧你會發現自己喺心態上同方向上同之前係完全唔同晒。上個月甲午月公司係由上而下有種大改革嘅情況，你係要被逼去適應。到今個月啦，月未月，你係會自己由下而上，內心深處有一種醒覺嗰種情況。你唔會再被動，而係會主動想搞啲新嘅嘢出嚟。你會諗好多與眾不同、大膽甚至乎踩界嘅創新嘅項目同目標。而且你係無所不用其極咁諗辦法去實現呢件事嘅。工作上你會展開一啲極具挑戰性、難度好高嘅任務，但正正係因為你呢啲任務咧，顯得你有種獨特性，先至突顯到你嘅才華。結果你係做得非常之好嘅。你所有嘅試驗同埋嘗試咧，最終會帶來咗豐厚嘅回報，唔單止有種實質嘅金錢收入。例如獎金、分紅，又或者喺新業務帶來嘅利潤，仲會令到你有種名聲遠播嘅情況添，會喺行內會建立咗你嘅名氣。呢個月咧，你會因為工作上嘅出色嘅表現，吸引到一啲異性嘅仰慕啊！尤其是男命，你會遇上一啲比較小鳥依人嘅女仔，溫柔體貼嘅對象。呢個月就係你展現才華、名利雙收嘅黃金月份，唔好怕諗頭太古怪，最緊要係大膽嘗試，將你嘅創新嘅計劃整理好，同你嘅上司或者合作夥伴去溝通好，好大機會你會得到去支持嘅。錢銀方面，你今個月咧係收入可觀，你可以將多咗嘅錢出嚟咧，作為一個中長期嘅投資。至於感情方面啦，單身嘅男命要留意你身邊出現一啲仰慕者，或者有機會可以展開一段新戀情嘅。到新約嘅新金朋友，呢個月咧情況會比起上個月咧係有種另一種層次嗰種嘅麻煩。咩叫另一種層次嘅麻煩咧？係上一個月甲午月，你會覺得好多是非，好容易犯錯。但去到今個月咧，月未月係直頭會遇到一啲錢銀官非同埋因色破財嘅情況啊！喺工作上，你會因為一啲錢嘅問題而陷入被動，例如公司嘅資金周轉問題拖你嘅薪金，甚至乎拖你嘅佣金，或者你會簽咗一啲文件，對方突然反口，搞到你啲墊資咗嘅錢係收唔返添。更加要注意嘅係，今個月嘅文件合約內容嘅條款係一個好危險嘅地雷區，所以咧你要好容易因為你一時大意而簽錯名，導致你要孭鑊。對於男命嚟講，今個月要特別小心啦，好容易因為一啲講嘢係會溫溫柔柔、好識氹人開心嘅女性，導致你以為好似係啲桃花嘅感情嘅機會，其實實質係想呃你錢。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啲電話嘅騙案，避免係人財兩失。身體嗰方面啦，又注意下個肺啦、氣管敏感啦、皮膚容易有出紅疹嘅情況，而且壓力因為導致你會有種嚴重嘅失眠，甚至會焦慮添啊！
同屋企人嘅關係最緊要，唔好因為因錢銀嘅問題導致關係緊張。呢個月我建議你一個字係個拖字，所有關於錢銀簽約嘅決定，全部都盡量去拖。你自己同對方講話，我要諗清楚，千祈唔好俾人吹多兩吹就簽咗個名落去啊！工作上，如果你有同事或者上級叫你幫手簽名做任何嘢的話咧，一概而論都係推，話你自己唔夠權力咁就得噶啦嚇。錢銀方面唔好借錢俾人嚇，唔好做擔保。男命喺感情上要特別要克制啦，唔好以為因為對方幾句甜言蜜語有種衝動涉及錢銀嘅要求啊，一律係 say no 咁就可以啦。健康方面咧，永遠都係第一噶啦。如果你個突然之間覺得胸口翳悶、失眠啊，你要即刻請下假休息下嚇。記住喺呢個月重點咧，要你自己要自保嚇，保住份工，保住荷包，咁就已經係贏噶啦。身強壬水啦，身強壬水嘅朋友啊，今個月咧你會覺得自己好似企喺個浪潮之巔，氣勢如虹，做咩都好順風順水。上個月甲月你可能冇乜嘢新變化，嗱到今個月月尾月啦。新機會有種接踵而來嘅情況嗱，工作上咧，你會因為自己嘅創意同埋表達能力而會備受矚目嘅。你嘅提議嘅方案、策劃嘅活動都好容易得到上級同埋客戶嘅讚賞。呢個月你嘅諗頭可以直接可以變現嘅，例如你寫嘅計劃書通過咗，你所講嘅主要嘅提案成功咗，又或者你創作嘅作品賣到好價錢。財運方面啊，正偏財都係唔錯嘅，因為你食傷身財啊。喺呢個咁好嘅效果之下咧，你所花幾多嘅心思就有幾多回報。呢個月嘅你係團隊入邊嘅軍師同埋明星嗱，地位同影響力咧都會有所提升嘅。至於感情嘅方面啦，嗱，對於男命嚟講咧，呢個月嘅異性緣咧係特別旺盛嘅，你會遇到一個好聰明、有才華、同你好傾得埋嘅對象，同埋好容易有種擦出火花咁嘅情況啦。嗱，我建議你呢個月咧可以展現才華、名氣急升嘅黃金月份，唔好收埋自己，最緊要大膽去表達，大膽去嘗試。你嘅諗法就係你嘅財富啊，將佢包裝好，推出市場。工作上要主要爭取同埋去表現自己，提案同埋去表達多啲，或者主導去將個項目嘅機會發揮出嚟。錢嗰方面啦，啊，收入同埋你嘅努力咧直接咁掛鈎嘅，其實嚟講係多勞多得。感情嘅方面啦，單身嘅男命要留意你身邊出現嘅才女，大家都會有種好啱傾嘅情況。到身弱壬水啦，身弱壬水嘅朋友嗱，今個月情況咧比起上個月咧會更加之吃力，有種俾人揸乾嗰種感覺啊！上個月甲月你係咪好似忙到踢晒腳咁啊？嗱，呢個月越嚟越，你直頭係覺得自己係一個波咁俾人踢嚟踢去添。工作上你會發覺你自己想表達嘅嘢冇人明白你，又或者你想提出嘅建議俾人 reject 咗，甚至會係因為你講錯咗一句説話咧，俾人針對，甚至乎上司咧都否定咗嘅。喺呢個月是非同埋誤會成日喺呢個月裏邊嘅主題。錢嗰方面啦，會因為一啲衝動嘅消費或者投資而損手嘅。我建議大家冷靜一啲，又或者因為你身體唔舒服而花錢去睇多啲醫生嚇，咁啊所以變咧大家要保重身體。身體嗰方面啦，要注意係個腎同埋膀胱，女性嘅要注意婦科問題，亦都會好容易失眠、頭痛嘅情況。感情嗰方面啦，無論男女都係好容易因為誤會而同另一半嘈交嘅。尤其係覺得對方咧唔理解你。我呢個月建議你策略就係一個字，靜字，靜觀其變，少説話，多做事。工作上面咧，如果你唔係必要的話咧，就唔好主動發表你自己意見啦，因為你好容易講錯嘢俾人抽情嘅。嗱，錢銀嗰方面咧就唔好亂投資啦，嚇，亦都唔好亂使錢，更加唔好借錢俾人。身體係第一嘅，嗱，你自己覺得攰咧就休息啦，唔好死頂。感情上咧多啲忍讓，唔好急於解釋，等大家冷靜咗先，冷靜咗落嚟啦，先至慢慢再溝通。身強貴水，身強貴水嘅朋友嗱，今個月咧你會覺得自己咧嘅才華咧終於有舞台俾你發揮啦，而且可以變現添。上個月嘅甲月，你可能仲會喺度同一個好急冇資源改革嘅任務
同你搏鬥，搞到自己好焦慮。嗱，到呢個月啦，月尾月啦，風向完全唔同晒。你唔會再係被逼去做嘢，而係主動有好多好嘅計劃、計謀同埋好多點子湧出嚟，而且你會講得出嚟嘅、寫得出嚟嘅、做出嚟嘅嘢，都好容易得到別人嘅認同同埋讚賞。工作上你會因為一個創意、一個計劃，或者同一次好出色嘅表現而獲得實質嘅回報添。你嘅名氣同埋地位咧，就會因為你嘅才華而提升嘅。有啲似軍師變咗做主角咁樣。好啦，到財運嗰方面啦，正偏財都唔錯，尤其是係靠把口揾食、靠創意揾食嘅機會係特別多。感情方面啦，對於女命嚟講咧，今個月異性緣都係唔錯嘅，會遇到一啲有才華、有諗法嘅對象，大家都可以好傾得埋，同埋好投契嘅。好啦，呢個月咧，我建議你才華兌現嘅黃金月份，唔好怕醜，要大膽將自己嘅諗法講出嚟、寫出嚟。你嘅創意就係你嘅資產。嗱，工作上咧，你可以主動多啲爭取一啲需要表現嘅創意同多啲表達能力嘅任務嘅工作去做。財運嘅方面多勞多得，但都要注意唔好大使咗，因為財來得快，亦會容易去得快。感情方面啦，單身嘅女仔咧，可以多啲參加啲社交活動啊、朋友嘅聚會啊，展現下自己嘅才華，同埋自然咧就會吸引到一啲同你啱 channel 嘅人㗎啦。最後身弱貴水，身弱貴水嘅朋友咧，今個月係你其中一個最難捱嘅月份，可以咁講係一種雪上加霜。上個月甲午月咧，你已經覺得好似被上司有種欺凌啊，逼你做 OT 啊。到呢個月月尾月，情況唔單止冇好轉，仲多咗啲錢嘅煩惱。工作上你會出現咗好多同錢銀有關嘅麻煩，例如公司會拖糧啊、合約糾紛啊。啲分成咧遲啲先出啊，又或者係因為你一時好心幫人簽咗啲嘢而孭鑊，你嘅精神狀態會因為咁樣變得更加敏感同埋脆弱，成日都會有種受委屈、被人壓迫，但係又冇得反抗嗰種感覺。身體嗰方面，腎同埋膀胱、婦科問題係要特別要注意，失眠、頭痛、耳鳴會有種嚴重嘅跡象。財運咧係呢個月嘅重災區，會出現突破性嘅大額支出啊，例如整車、維修、醫療，甚至乎小心啲俾人呃錢。感情嘅方面咧，無論男女都會容易因為錢銀同壓力而同另一半嘈交，甚至嚴重起上嚟啊會分手。女命要小心啲遇到另一啲好似好溫柔對你，實際係想揾你着數嘅異性。上個月我未建議喺風水擺設咧，你係擺隻金豬嘅。今個月都係繼續擺，可以加強運氣同埋加強事業運，加強貴人力。呢個月你嘅策略係一個字，捱字，千祈唔好諗住去點樣去改變到啲乜嘢，因為暫時都冇呢個能力。唯一可以做嘅嘢咧，就係降低一啲期望值嘅啫，保住份工，保住飯碗。錢嗰方面，所有非必要嘅開支一律都係取消，慳得係慳。更加唔好去借錢或者借錢俾人。身體係第一嘅，嗱，頂唔順的話咧就請假，唔好死頂。感情嗰方面啦，多啲忍讓，唔好因為心情唔好同另一半嘈交，唔好因為喺情緒激動嘅時候咧做任何決定。嗱，記住呢個月總會係過去嘅，捱得過去就係你嘅。好啦，咁啊10天干嘅月度運程咧都講完晒啦，多謝大家收睇。中意我呢條片嘅記得俾 like 同埋訂閱。我哋下個月見啦，拜拜。